到人哦，有真侪民众拢爱去海边啊佚佗。屏东的大平湾就规划真侪活动，民众会当坐帆船游览，享受大平湾的风景哦。嘛举办帆船的比赛甲音乐会来吸观光客。帆船驶过一个搁一个水上景点，游客若听人导览介绍，若享受大平湾的日头光、海风甲美景，真清幽。从香港来的，这是我第一次逗留在大鹏湾东港这边啊，大鹏湾真的很美，很舒服啊。然后在这个西湖里面，就是风浪不会太大，而且你看这种风帆马上过来，很像在那个外国的感觉。屏东县的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搭着旅游的季节到，结合当地出名的帆船，规划几个月相关活动来促进观光，带民众坐动力帆船去游赏海上教堂、跨海大桥等等一寡出名的地点。除了游大鹏湾以外呢，也带各位来海上教堂这边，带大家到全台湾唯一会开的跨海大桥，看一下我们的科可岛以及我们的滨湾之星。除了和在地业者合作，推广观光景点和特产，品管处嘛有举办帆船的比赛甲音乐会，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各地民众来这体会到大平湾的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